伫这期间发生真侪件主治医师因为定期的契约到期，病院无要继续聘用，嘛无提出正当的理由，医师只好离职。早起医师团体甲离职的医师出面表示讲，主治医师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呼吁立法应该赶紧来推动医疗法修法，保障主治医师的劳动权益。叶飘义发口号，呼吁政府应该让主治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规范。因为根据民间团体了解，目前国内有9成医师拢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都有医师出面表示，伊去年6月30骗过契约到期进前，拢无接到病院任何的聘书，敢来当片仔懵咧，点点啊离开。去年5月底，医院发给全院的主治医师下年度的合约书没有拿到，我有问人力资源部，他给我的答复是6月底会发给我科主任的聘书，但是呢，一直到了6月30号，亚东医院不但没有发给我主任聘书，也没有给我应该有2个星期审阅期的主治医师合约书，所以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办离职流程。一旦他对你不满意，他只要就看你的契约什么时候到期。到契约前，他不要接你任何一通电话，他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沟通。期满之后，当天自动把你的门禁锁起来，你不再拥有这间医院的权限，而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资遣费。医疗团体表示，目前住院医师已经有下用劳基法，临床研究医师嘛受到卫福部的保障。伫病院签劳动契约到期，至少30天内爱通知敢是要续聘。不过，病院住院医师甲门诊主力的主治医师煞是劳权的孤儿。而且病院无讲无答，无理由就袂续聘，或者是逼主治医师离职，安尼毋但吞大医师劳动权益，嘛牺牲患者的健康权甲住院医师的学习权。过去这几年以来啊，其实接获非常多起这个主治医师遭到医院或是诊所恶意不续聘的案件。那非常多医院的慢性患者，他其实都是3个月回诊一次，拿慢性处方签。他是不是有熟悉自己所有病情跟病史的医师来去照顾、来去诊疗？这个其实对他的预后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医师团体表示，医师清在峰认为是自主性权、收集权，甲病院关系真大密，无需要法律来保障工作权益。不过，即马医疗团体人力的问题恶化，呼吁卫福部甲立法院应该赶紧推动医疗法修法，来保障主治医师劳动权益。然而到这个进前，卫福部是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